我係今日嘅司儀科 D 班陳樂彤，歡迎嚟臨2025至26年度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中國語文科高中演講比賽。今日嚟自10個唔同班級嘅演講高手將會喺度展開一場思維同埋演講嘅交鋒。佢哋將會用2分鐘嘅時間帶我哋走進佢哋嘅世界，有時係穿越時空，有時係探索內心，有時係改變現實。有人話演講係思想嘅舞蹈。咁今日我哋就準備好欣賞10場精彩絕倫嘅舞蹈表演啦。喺比賽開始之前，先俾大家了解一下今日嘅比賽規則。每位參賽者將會有2分鐘嘅演講時間，準備好嘅時候鞠躬示意，工作人員會響鈴1次並開始計時。2分鐘結束嘅時候，我哋會再響鈴2次，提示時間就快到啦。再過10秒就會響鈴第3次，演講者必須馬上終止。請各位參賽者留意。至於獎項方面，我哋今次設有冠亞季軍3名，由評判根據以下嘅標準評分：演講內容佔50%，關於主題係咪明確，結構係咪完整，同埋是否有帶出正向嘅觀念；語言表達佔30%，咬字清晰，用詞恰當，聲情並茂；神情動作就只佔20%，表情變化大方得體，動作自然。簡單嚟講就係講得好、演得靚同埋內容有深度。咁好啦，而家事不宜遲，俾大家開始今日嘅演講盛宴啦。首先邀請第1位參賽者科 D 班楊燕姿。如果你有能力，你會去從正式嘅演講表演啦，係哪一個事先選擇嘅名稱？咁我哋聽下佢嘅選擇啦，掌聲有請科 D 班楊燕姿。你咁樣放大放細啊嘛，你 close 用對焦嘅，佢好難食。測試。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。今日我想同大家探討一個好有意思嘅假設。如果我哋有機會去選擇去除人生1、2個缺點，我哋會選擇邊兩個呢？呢個問題其實係好值得我哋去深思嘅。如果我有呢個機會，我第一個想去除嘅缺點就係偏見。偏見就好似一個有色眼鏡，讓我哋喺了解一個人之前就已經幫佢貼上咗標籤。因為偏見，我哋可能已經係劣地；因為偏見，我哋可能錯過咗一段真摯嘅友誼；因為偏見，我哋可能忽視咗人嘅才華；因為偏見，我哋甚至可以做出一啲無法彌補嘅傷害。當我哋放下偏見，先可以睇到彼此嘅本真，理解每一個人嘅獨特故事。第二個我想去除嘅缺點就係冷漠。喺呢個節奏飛快嘅時代，冷漠似乎就成咗好多人嘅自我保護機制。我哋聽聞嘅困境可能會覺得事不關己，但係呢種冷漠，正正就係令孤獨嘅人更加孤獨，痛苦嘅人更加痛苦。如果能夠去除冷漠，代之以更加多嘅同理心同關懷，我哋嘅社會將會變得更加溫暖。當然啦，呢啲只係一個美好嘅假設。人性嘅缺點，某種程度上都係我哋嘅一部分嚟嘅。偏見如果我哋大腦簡化信息嘅本能，冷漠可能係我哋面對過多刺激時嘅自我保護。但係意識到呢啲問題嘅存在，正係我哋可以超越自己嘅開始。也許我哋真係冇辦法真正咁樣去除呢啲缺點，但係我哋可以通過自我覺察，喺呢啲偏見嘅時候及時調整。呢啲每一份嘅關心都係人性嘅一次進步。多謝大家。
如果有機會回到過去，你最想見邊個？係秦始皇，係李白，定係你自己？有請五 B 班龍王。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 B 班嘅龍王。如果時光隧道真係開啟咗，大家可能會去想見嗰啲鮮衣怒馬、以發風氣嘅英雄。但係我最想見嘅嗰位呢，佢就係屋頂經常會漏雨，生活過得有啲慘，但係佢都仲係心懷天下嘅嗰位老學長杜甫啦。點解我會揀杜甫呢？佢好似成日都好有憂慮咁樣，但係我喺佢身上面見到一種極致嘅仁愛同埋同理心。當佢嘅草堂俾大風吹漏咗嘅時候，佢第一時間諗嘅，佢唔係點樣個保險理賠喺邊度，而係為眾生而擔憂。呢一種寧願自己淋雨，都希望有人可以有傘去撐住嘅呢種無私，唔係正就係我哋依家想追求緊嘅價值觀咩？我想見到杜甫拍佢嘅膊頭，俾一個現代嘅保溫杯佢，同佢講：杜先生，你辛苦啦！你一直擔憂佢嗰個城市，我哋而家好努力咁樣建設緊。我想同佢傾偈，請教下佢點樣自己都喺困境中嘅時候，佢都仲係依然可以懷住心頭嘅嗰種關懷。喺我哋呢個節奏飛快嘅時代，我哋有時會因為競爭而感到變到好冷漠，但係杜甫提醒咗我哋，一個人嘅偉大唔係輸血企得有幾高，而係佢點樣去負身去幫咗幾多個人。呢一個正正就係學緊國民身份認同最核心嘅精神，就係、是、對土地嘅熱愛，同埋對同胞嘅責任感。最後，我好想同老學長講，你嘅詩真係好難讀，但係當我讀明咗之後，我心覺得好溫暖。如果可以，下次有結穿越嘅機會嘅時候，我會想帶佢去睇下我哋依家有大又明亮嘅校園。咁樣我哋呢度就唔使再怕有秋風吹冧呢個屋頂啦。我哋應該到此結束，多謝大家。多謝來樂同學。接住下來呢個題目，我相信好多人都幻想過。假如一日有27個小時，你會將多出嚟嗰3個鐘攞嚟做咩呢？係瞓覺、打機定係温書？有請科 B 班鄧俊琪。如果一日有27個鐘，我一定會好好珍惜呢3個鐘，讓生活變得更美好。第1個鐘，我會攞嚟整理同規劃，寫低第2日做嘅嘢，將生活嘅步伐變得慢落嚟，唔使再匆匆忙忙，跟住再將個書台執得整整齊齊，心情都會隨之變好。第2個鐘，我會交俾興趣同埋放鬆，畫下畫，聽下歌，好似都唔錯啊！就算只係靜靜低發下呆，喺個床上，攤喺個床上，慢慢諗啲奇奇怪怪嘅嘢，都唔會有人指責。做啲快樂嘅事，揾返自己，先係最重要嘅。第3個鐘，我一定會交俾屋企人。平時嘅日子過得太匆忙，好似都冇咩時間傾下自己生活嘅嘢，傾下學校嘅趣事，幫手做下家務，好似先會揾返屋企嘅溫暖。27個鐘雖然不長不短，不過呢3個鐘都令我明白咗一個道理：好好珍惜眼前人，好好珍惜眼前人，再見容易，再見難。就算一日得返，都係只係得24個鐘，都可以繼續去生活。多謝大家。多謝鄧仲琪。接下嚟，我哋會從時間嘅想像行入顏色嘅世界。
白灰三種顏色可以代表心情、回憶，甚至係人生。有請 A 班姚日飛。多謝趙日飛同學，接住落嚟，讓我哋放低現實，走進夢。你心目中嘅世外桃源係咩樣嘅呢？係冇考試啊，定係有無限嘅形式？有請科 C 班周文謙。好，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。我今日要講嘅故事係我心目中的世外桃源。說到世外桃源，大家可能會想到旅行廣告裏的陽光海灘，但對於每天穿着校服背着沉重書包的我同學，機票太遠，嗰課太難。我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其實就在家路上的巴士上，最後一排靠窗的位置。當我拍過阿公拖着疲累的腳步爬上二樓，坐進那個角落時，就像是我爬入現實世界的正音點，那種與世界保持一段距離的感覺，讓我感覺自己不再是一個被進度表追着跑的齒輪，而是一個觀察生活的旅人。或許有人會說，巴士終會到站，世外桃源只是暫時的。的確，當司機廣播到站，我還是要背起書包回到現實中上。但那段車程給了我一種寧靜，讓我在繁雜的校園生活與快樂之間找到一個呼吸的空間。我認為世外桃源不一定要一成不變，它可以是在平凡生活中能讓你安放平靜、重新找回節奏的一小段時光。對我來說，那輛遙遙過往的巴士，就是我每天最期待的，專屬於我的世外桃源。多謝大家。
中學課外活動，係跳舞，係辯論，定係放學直接翻屋企？有請5D 班黃志賢同學。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午安！我今日要演講嘅題目係我心目中中學嘅課外活動。講起中學嘅課外活動，我第一時間諗到嘅唔係操場上嘅吶喊狂奔，都唔係音樂室入面嘅悠揚樂韻，而係一個充滿鍵盤聲、屏幕閃爍，令人可以沉浸喺數碼世界之中嘅地方。嗰個就係我理想嘅電腦學會。我理想中嘅電腦學會唔係一個沉悶嘅打字練習班，或者一個文書處理技巧班，而係一個充滿活力嘅數碼遊樂場。推開學會嘅門，你唔會見到一排整齊劃一、令人望而生畏嘅電腦，反而你會見到幾個唔同嘅角落。一邊係幾位同學拎出佢哋嘅電腦，用佢哋智慧家居模型點樣加入佢哋人工智能嘅元素。另一邊就係幾位同學喺度使用緊虛擬實境眼鏡，測試緊自己製作嘅虛擬實境遊戲。呢個學會最重要嘅精神係共融同埋共創。呢度冇傳統嘅知識概念，有嘅淨係得識得多嘅同學會成為小老師，去教得一啲識得少嘅同學。大家會一齊，如果遇到難題嗰陣時，大家會喺一齊進行一個辯論比賽，一齊喺網上面尋找資源，共同取創。我哋唔會淨係滿足於學會內嘅活動，更加會將創意帶出學校。例如幫社區入面嘅長者中心設計一套簡單嘅記憶訓練遊戲，令到佢哋學習到嘅知識可以真正咁為身邊人帶嚟一啲啲嘅幫助。我心入面嘅電腦學會唔單止係學習寫程式嘅地方，更加係培養未來數位公民嘅搖籃。喺呢度，我哋學到嘅唔止係技術，更係邏輯思維、解能力。最重要嘅係點樣用科技去創造、去溝通、去關懷。喺呢度，每一個天馬行空嘅想法都值得俾人聽到。每一次嘅嘗試同埋失敗，都係通過成功嘅每一步。呢個係我夢寐以求一個我心目中嘅課外活動，一個充滿可能性嘅電腦學會。多謝。多謝黃志賢同學。接住落嚟，我哋將會進入一個冇電嘅世界。如果全港停電1個星期，冇手機、冇網絡，要點過呢？有請 5C 班梁亞樂。大家好，我今日要講嘅故事係如果全港停電1個星期。我想大家試諗一下，如果全港突然停電，而連7日都冇電、冇燈、冇冷氣、冇手機、冇網絡，我哋會點樣呢？霓虹唔再閃爍，而地鐵會停喺隧道裏面。嗰一刻，我哋手機屏幕一黑，我哋世界就彷彿靜止。我哋可能會好驚、好焦慮，甚至乎唔知點樣做。但係換個角度去諗，呢7日會唔會一個好難得嘅機會，令我哋重新去聯繫人情冷暖嘅契機呢？冇電，我哋唔可以用電話，我哋於是多咗啲時間去同屋企人多啲溝通，去見一見佢哋。或者爸爸會重新講起細個嘅故事，而媽媽會喺燭光下邊煮一頓熱湯，小朋友會喺隔離笑，長輩亦都會喺隔離聽。嗰一刻會令我哋明白到人情嘅溫暖根本唔需要咩電力，而係需要心嘅光。冇電或者我哋離開屋企一陣，離開屋企而原本冷清嘅公園都突然多咗好多笑聲同埋講嘢嘅聲音。有人會喺度分蠟燭，有人會喺度送水，甚至乎將屋企嘅食物拎出嚟分享。嗰一刻會令我哋明白到，原來黑暗會有人願意伸出手，會有人願意俾一啲溫暖嘅光。如果香港真係會停電1個星期，我希望大家唔單止見到嘅係黑暗，而喺黑暗中閃爍嘅人情之光。光唔單止係電燈膽發出嚟嘅亮，而係我哋人與人之間一份又一份嘅溫暖善意。最後，如果香港有一日真係停電，我希望我哋都可以比以前更
改變過去，預知未來，定係後悔藥，定係預言家？有請4班陳家豪同學。應該係會
隨添。最後一位參賽者將會帶我哋如果夢想成真，你希望飛天遁地，定係潛入海底？有請 A、B 班廖家榮同學。大家好，我係花飛班嘅，今日應該係如果夢想成真，你哋飛天。探索你生活，前又可以尋呢啲確實好難㗎，同埋飛天嘅好簡單，因為唔使爬，想像下放下出去玩，仲有爬對慢飛，但係已經個即係山落飛人出，人哋仲揾一輛車嗰時已經飛到嗰個山度。飛自由就係我哋心裏面最渴望啦。當然啦，飛天其實係一刻時間。咁當你飛上天嗰陣時，平時好巨大嘅山啊、河啊都會影響好少。你會發現其實令你好煩惱嘅事嘅小事，其實係有人開闢咗出嚟。呢種視覺嘅轉變，正係我哋面對困境時最需要嘅智慧。飛天可以代表追求理想嘅希望，就算而家都好，雀仔從來都唔會等風平浪靜嗰時先展翅。我哋都一樣，成長路上總會有好多挫折，但係正係要穿越佢哋，克服佢哋，先可以令我哋學會真正嘅飛翔。其實，當我而家站在呢個舞台上面克服困難，已經係短暫離開地面飛向更高嘅自己。所以